各位觀眾，歡迎收睇緊貼體壇脈搏嘅競見群英。今集嘅內容有澳門國際馬拉松、全殘特奧會嘅消息、甲組7人足球錦標賽。除此之外，仲有中國網球巡迴賽職業級總決賽、澳門國際格蘭披治小型賽車大賽同埋澳門壁球錦標賽等等㗎。先關心一年一度澳門體壇盛事之一，第44屆澳門國際馬拉松。今屆同樣相當受歡迎，有12000人參加。其中首次以特邀身份出戰嘅馮英偉，贏得澳門區男子全馬冠軍獲發。冇錯啊！咁至於肯尼亞跑手傑志超啦，做出破大會紀錄嘅時間啊，攞到男子全程馬拉松嘅冠軍。全程同埋半程馬拉松喺早上嘅6點正，澳門運動場起跑，而迷你馬拉松就喺6點15分開始。合共12000名嘅跑者齊集澳門運動場。全程馬拉松嘅一眾特邀跑手企喺最前排，代表澳門嘅係馮英偉同趙彤彤。社會文化司司長柯南、體育局代局長李思玲，連同一眾嘉賓主持起步。今屆嘅路線同上一年大致差唔多，全馬同埋半馬首先途經加樂庇總督大橋，從而進入澳門賽段。有部分嘅全馬特邀跑手形成領先集團，之後會經過科學館、觀音像、旅遊塔等著名地標，稍後再會嚟到媽閣廟。13號嘅肯尼亞跑手傑志超同盧旺達嘅夏基善成功帶出。參加全馬同埋半馬嘅跑手過咗媽閣廟之後，大約跑咗15公里，緊接就會跑上西環大橋。之後全馬跑手會進入路氹賽段，半馬就會跑多大約3公里就會返運動場衝線。呢一個亦都係澳門國際馬拉松比賽路線嘅其中一個分水嶺。全馬跑手進入路氹賽段之後，會途經蓮花海濱大馬路、新城大馬路、石排灣馬路等等嘅地方。傑志超喺呢個階段逐漸拉開同夏基善嘅距離。呢位37歲嘅跑手，今年曾經刷新個人最佳時間，嚟到澳門狀態亦都能夠保持。返到運動場最先見到佢嘅身影，結果首名衝線，做出2個鐘頭09分27秒，以打破大會紀錄嘅成績奪得冠軍。夏基善慢27秒得亞軍，季軍係埃塞俄比亞嘅謝納圖。女子全程馬拉松方面，前3名都係由埃塞俄比亞跑手包辦。非特邀選手塞納爾時間最快，2個鐘頭31分37秒，謝碧同迪法拉分別排名2、3。今屆共有43位特邀跑手，本澳係馮英偉同趙彤彤，其中馮英偉首次擔任特邀。呢位36歲嘅選手，上屆名列澳門區第2。今年採用留前鬥後嘅策略，盡量喺前段保留體力，應付上斜坡度較大嘅西環大橋。馮英偉賽前表示，希望跑到2個鐘頭40分鐘。喺後半程嘅路氹賽段，身後冇其他澳門跑手嘅身影能夠威脅，馮英偉能夠穩定配速，結果以2個鐘頭40分56秒完成，首次成為澳門區男子全馬冠軍。林永恒同盧錫健獲得亞軍同季軍。都尚算滿意啊，因為之前都有訪問過，其實我目標就係2小時40分咯。咁今日就啱啱跑出呢個成績，咁都尚算滿意嘅。咁因為始終今日嘅天氣都有啲濕同埋有啲熱啊，去到臨尾，咁同埋都幾多爬升，即係過2條橋啊，跟住再過一啲引橋，所以都尚算滿意嘅，係啦。其實都係主要都係留前鬥後咯，因為主要係想喺嗰2條橋嗰度保留一啲體力啦，咁希望後半程唔好跌速太多。咁其實自己最後都係頭半同埋後半都係跑1:20，咁我相信今日嘅體力分配都算係尚算成功咯，自己覺得係好開心啦。首先係因為其實我今年都第6年參加澳門國馬啦，我今年而家都36歲啦，其實即係先贏到第一個人生嘅澳門冠軍。咁其實我覺得我想講嘅就係如果大家有啲咩目標啊，有啲夢想啊，其實即係可以踏前第一步。咁只要你肯認真去做，堅持同埋努力，咁終有一日
可以達到你嘅夢想。咁而今日我亦都喺呢個澳門最大型嘅跑步賽事完成我自己嘅夢想，所以都好開心。係。至於女子全程馬拉松澳門區爭取衛冕嘅吳洋洋，近期受到傷患影響，暫停所有系統性訓練，但仍然能夠跑出最快嘅3個鐘頭11分31秒，奪得冠軍。澳門女子三甲同上一年一樣，趙彤彤同許宗煌排第2同第3。因為我賽前10月尾係受傷嘅，跟住係屬於全停嘅狀態下。咁呢場比賽呢，就係諗住以完賽為主，所以依家跑到呢個時間，自己係好滿意嘅。即係練習嗰時就係冇做嗰個系統訓練，後邊加唔到啦，天氣好熱，跟住之後呢，加上抽筋，跟住之後呢，就係咁降速係咁慢，跟住都係以完賽為主咁樣跑翻嚟。希望下年繼續努力，跑翻個好時間。至於半程馬拉松，就係肯尼亞跑手嘅天下。男子方面，由曾嘉以1個鐘頭03分05秒奪冠，亞軍係佢嘅同胞魯盧，慢超過3分鐘。季軍係佛德國嘅費雷利。澳門區半馬冠軍由鐵人代表黃展華以1個鐘頭12分47秒完成。連續3年奪得澳門區半馬男子冠軍。其實今日都係諗住同喺一個訓練課去跑咯，咁就冇話去特登衝時間，咁以爭翻個名次為主咯。狀態都輕鬆嘅，咁都係順住去，咁就睇下後面啲對手會唔會追上嚟，咁最後都可以奪標成功。暫時嚟講，1、2月份都有啲叫做半馬嘅比賽，但係最主要都係為翻可能下年亞運嘅鐵人3項為主嘅一個訓練為主。因為基本上鐵人嘅賽季都完咗啦，同埋要去到可能3、4月先有嗰啲叫鐵人賽，咁可能當中可能就以翻啲半程為主，即係去練翻個跑步能力。女子方面，全場冠軍由單步機奪得，時間係1個鐘頭12分36秒。中國選手趙娜慢超過3分半鐘得亞軍，季軍係安哥拉嘅卡比加拿。澳門區方面，鐵娘子許朗以1個鐘頭26分05秒完成，相隔1年再次奪得冠軍。Đội khởi tâm hào nghe đấy người phao đội được gạt đội hay nên mới nhưng mà đội hay để rồi buồn nè nhưng mà này như vậy đội ấy đội mà bị đại ấy nó lại bị đau hừ nhưng cái bạn đội hay đòn bạn để gầm phao rồi nhưng đội đội bao đội hay nghe。至於迷你馬拉松，今屆同樣受到廣大跑者歡迎，最終洪子樂跑出全場最快嘅14分49秒，奪得男子 A 組冠軍。B 組同 C 組由黃艾倫同劉清華贏得。而女子方面，3個組別嘅冠軍分別係林子晴、周健儀同莫達。有跑手爭取個人最佳時間，亦都有參加者希望以特別嘅裝扮吸引觀眾眼球。大會設有10名最具創意服裝大獎，鼓勵參加者為賽事增添熱鬧氣氛，亦都意味住第44屆澳門國際馬拉松圓滿結束。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式展開。澳門賽區嘅2項羽毛球比賽都進行緊咯，志傑。冇錯啊，各個賽事都陸續舉行㗎啦。而澳門代表團今屆派出超過180名嘅運動員分途出擊。各位運動員都努力拼搏，同大家睇下今屆嘅情況。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喺全運會結束大約2個星期之後隨即展開，繼續由粵港澳3地共同承辦。今屆嘅殘特奧會賽事共設有46個大項，特奧會就佔咗9項。而澳門代表團今屆就派出181名嘅運動員出戰。當中包括殘運6個大項同埋特奧7個項目，而今屆殘運同特奧嘅2個羽毛球項目都由澳門承辦。作為東道主嘅澳門，今屆喺殘運羽毛球項目派出4位運動員出戰。賽事星期2開始，1連6日喺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
賽事分為肢體殘疾組同埋聽力殘疾組。而家畫面見到嘅啦，就係澳門代表黃炳光出戰 WH 1級男子單打。首場呢就迎戰河北嘅屈子墨。屈子墨係呢一個項目世界頂尖嘅球手嚟㗎。曾經啦喺東京奧運會同埋巴黎奧運會兩度啦奪得金牌。而黃炳光就係相隔10年再次代表澳門出戰大型嘅賽事啊！要重拾比賽狀態啦，體能係一大挑戰嚟㗎。加上同對手嘅實力啦有一定嘅差距啊！最終就係連輸4-21同埋5-21，直落2局不敵對手。呢一個級別一共有4位球手角逐，以循環賽嚟到決出名次。黃炳光喺之後嘅2場仲會對住上海同埋廣東嘅選手。其實今次喺澳門嚟講呢，點都要支持㗎啦。因為庭長咁耐再出嚟呢，都係因為係呢個賽事喺澳門度比賽，感受呢就當然都幾開心。發揮上都可以啦，因為對住嗰邊佢真係世界一流嚟嘅，第一嘅而家。打起上嚟比較困難。而另一位本路選手郭宇軒，佢喺 SH 6級男單首場直落2局不敵浙江嘅林乃利。而殘奧羽毛球方面首日就先進行評估，比賽喺星期3起一連5日安排喺澳門綜藝館上演。各項比賽分佈喺唔同嘅賽區，澳門運動員分途出擊啊！其中喺廣州體育職業技術學院進行嘅殘運會乒乓球項目，澳門就派出4男1女參加男單、男雙、女單同埋混雙嘅比賽。而家見到63代表隊嘅陳冠雄同埋余彩虹喺 TT 17級混雙首場嘅分組賽直落3局不敵河北嘅選手。而第2場嘅對手係湖北。TT 17級混雙有13隊角逐，分成4組打單循環。小組前2名就出線8強。澳門組合喺呢一場要贏波先至有希望晉級㗎。不過陳冠雄同埋余彩虹首次合作混雙啦，咁需要更多嘅磨合啊。最終直落3局不敵對手，分組賽2連敗，無緣8強。我都係第一次參加呢個大型嘅運動會，嚟呢度學習經驗同埋體驗啊，嗰啲同佢見識嗰啲高水平，用高水平學習。我哋都即係可以講話盡咗力，係啊，每一分都係用自己嘅能力去爭翻嚟咁樣咯。就即係有待努力啦，都仲係唔滿意就唔滿意㗎啦。陳冠雄同余彩虹喺之後仲會各自出戰單打嘅賽事。殘運乒乓球將比賽分成13個級別。TT 1到 TT 5級就係輪椅嘅級別，1級就係殘疾程度最嚴重㗎，而5級就代表最輕。其中喺 TT 5級男雙，黃衫澳門嘅張林山就夥拍住鐘錦麟出戰啦。佢哋呢一對組合已經合作咗一段長嘅時間㗎啦。TT 5級男雙只係有4隊參賽，同樣都係以單循環定名次。最終澳門就係先後不敵香港、天津同埋江蘇嘅隊伍，排名第4。全國賽啊，好興奮啦！見翻啲老戰友啊，嗰啲波友啊啲嘢，隔咗幾年又見翻啦。佢哋啲進步得好快，佢哋啲設施都各方面都好好，都無障礙啊，同埋嗰啲酒店啊都安排得唔錯。張林山同鐘錦麟喺之後仲會出戰男子單打嘅項目。緊接就轉睇下殘運游泳嘅比賽，一連6日喺深圳大運中心游泳館展開。首日澳門有2位泳手出戰男子200米自由泳 S14 級嘅預賽，同樣安排喺第一組㗎。分別就係第2泳道嘅蔡子豪同埋第3泳道嘅蘇子毅。預賽一共有2組，有15人參加。時間最快嘅8位先至能夠晉身決賽。呢一組有全國紀錄保持者河南嘅戚俊奇。完成咗100米之後佢同香港泳手黃漢燕2個人已經明顯帶出㗎啦。澳門嘅蔡子豪一直守喺第3，而蘇子毅就保持唔錯嘅分段時間啊。最終香港嘅黃漢燕就係以破全國紀錄嘅時間2分023秒首先掂池。戚俊奇就排小組第2。蔡子豪做出2分16秒71，總成績排名第8啦，順利攞到決賽嘅資格。而蘇子毅就游出2分28秒60，排名第11，無緣晉級。
咁今屆嘅殘特奧會就係以追夢大灣區出彩人生路為口號，咁強調就係平等、融合、共享，咁透過體育啦展現不屈嘅生命力。而同期舉行嘅特殊奧運會啦，主要嘅目標啦就係令到身心障礙嘅運動員有更多機會去參與體育運動，並且咧就係展現自我㗎。咁勝負都係其次啊，更加重要嘅啦就係運動員喺訓練同埋比賽入邊嘅努力同埋進步。並且就係確保每位參賽嘅運動員都有機會企上頒獎台，目的呢就係為佢哋嘅付出同埋努力啊作出肯定。咁喺香港賽區提前進行嘅特奧乒乓球項目，澳門就派出10名嘅運動員參加。咁首兩個比賽日啦，澳門已經收穫3金3銀6銅。咁其中呢3面金牌分別呢就係嚟自男子16到21歲組單打嘅梁日斌，以及呢就係22到29歲組嘅黃國倫，而關婉君同何子柔就喺女子12到15歲雙打 A 組奪得冠軍。希望澳門嘅運動員啦喺接住落嚟嘅比賽日啦都繼續加油，為澳門爭取好成績。中國網球巡迴賽職業級總決賽暨全國網球單項錦標賽喺澳門網球學校圓滿落幕，4個項目都決出咗冠軍啦。男子單打決賽上演咗頭2位種子球手對決，結果孫發京直落2盤擊敗崔潔，首度攞到呢項賽事嘅冠軍。而女單方面啦，由曉迪以大分2-1贏咗施涵，收穫錦標。一連7日嘅中國網球巡迴賽職業級總決賽暨全國網球單項錦標賽喺澳門網球學校上演。決賽日嘅4項比賽啦，都安排喺中心球場進行㗎。率先上演嘅男單就由白色褲嘅孫發京對崔潔，雙方都係以全勝姿態打到嚟冠軍戰。孫發京嘅晉級過程啦就未有太大考驗，先喺小組賽淘汰孫淺、陳醒道同唐勝，去到4強啦就以2盤6-2擊敗李冠毅。而崔潔曾經係2022年喺呢個場地贏得冠軍㗎，晉級之路同孫發京差唔多。小組賽其中一場啦，更因為對手棄權而直接獲勝。崔潔開賽搶佔先機，打破對方發球局，一度領先局數2-0。雙方除咗男單之外，仲出戰男雙，崔潔同樣係闖入決賽。而孫發京就夥拍曾堯傑喺小組賽止步，只能夠專注喺男單啊。入局較慢嘅孫發京多次錯失機會，上到網前回球出界。初段把握就唔係咁好啊，隨即又作出調整，慢慢揾翻狀態。孫發京嘗試以較強勁嘅回球打亂對方節奏，逐漸收到成效啦。首盤反勝6-3。雙方近2次交手都係中旬總決賽，數據係各贏1次。第2盤陷入苦戰，各有領先之下啦，賽成局數5-5。崔潔上到網前等待機會，但係最後回球落網，要拉鋸到決勝局，依然係勢均力敵㗎。原本崔潔都有機會追翻1盤，但係孫發京關鍵時刻表現更好，決勝分更開出 ace 㗎。崔潔作出挑戰唔成功，最終孫發京險勝細分10-8，直落2盤擊敗崔潔，以1盤不失嘅姿態，首次奪得呢項賽事冠軍。而輸波嘅崔潔喺之後嘅男雙夥拍何成睿就贏翻個冠軍啦。當然非常開心，這是第一次奪那個全國單項錦標賽的冠軍，所以還是非常開心的。因為對手也很強，對手之前也拿過全國單項的冠軍，所以在第1盤我是先被破發，然後後面慢慢進入狀態，然後稍微打得好一點，然後第2盤也是陷入了一個膠著的狀態，不過到最後還是咬了下來。對。緊接進行嘅女單決賽，白色帽嘅尤曉迪對施涵係雙方首次交手。尤曉迪開賽佔盡上風，首盤大勝6-1。20歲嘅施涵代表浙江出戰，國家積分排名第20位，而尤曉迪就排第15位。雖然尤曉迪第2盤一度領先3-0，不過大好形勢之下，逐一被施涵追翻，以6-4攀平大分。2號種子嘅尤曉迪4強淘汰姚欣新晉級，而施涵係非種子球手，亦都以全勝姿態打入決賽，但係就未能夠再下一城啊！決勝盤鬥到5-5，尤曉迪再冇俾對方機會啦，
連贏2局之後，最終以盤數2-1擊敗斯坎，首次奪得女單錦標。由曉迪之後更火拍黨一鳴，都收穫女雙冠軍。大會喺賽事期間設有一啲攤位俾球迷玩之餘啦，咁喺4強嘅比賽日就安排咗一場嘅表演賽。兩隊大滿貫嘅李娜火拍賽事助力大使吳尊同全運會男單銅牌得主香港球手黃澤林以及藝人林德信獻技，吸引到唔少嘅球迷入場欣賞㗎。多次來到澳門，但是這次就是有一個表演賽的環節在裡面嘛，而且我覺得我們4個人其實我不知道看球的人怎麼樣，我覺得我們4個人玩得還是很開心的。整個大灣區因為現在的不管是訓練的氛圍還是賽事都很多嘛，然後我是覺得這個是對於球員來說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因為可能原來只有1-2個比賽。好特別啦，咁其實之前都未試過喺度即係打表演賽啦，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新嘅體驗，我都好享受喺度打表演賽，或者第時有機會希望可以喺度打到比賽。最後睇埋另一項網球賽，做慈善有多種方式。國際網球文化交流協會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慈善網球友誼賽，理事長梁佩松期望透過賽事弘揚澳門網球文化。活動所籌得嘅善款將會分別贈予俾展現真我協會同埋協同特殊教育學校，希望能夠幫助自閉症同智力障礙等特殊需要人士。呢段時間先休息一陣，節目嘅第2部分返嚟繼續有其他體壇消息。歡迎翻嚟節目嘅第2部分，真人足球錦標賽嚟到最後階段㗎啦。咁青峰今屆表現出色啊！咁雖然分組賽最後一場不敵奧科精英，但仍以 B 組嘅首名晉級。奧科精英獲次名出線喎。冇錯啊！咁至於 A 組方面啦，更新弟兄同埋聯絡提前1輪鎖定4強席位，當中更新弟兄喺分組賽嘅最後1輪擊敗競技，獲首名出線。咁先嚟睇下 B 組嘅賽事，藍衫嘅青峰對住台星啊！施浩然開賽只係2分鐘嘅咋，咁幫助球隊先開紀錄。領先嘅青峰賽前就3戰全勝㗎，以2分優勢力壓奧科精英。今場嘅賽事穩穩陣陣攞3分就能夠就係首名出線㗎啦。剩低嘅時間兩隊都會有攻守㗎，台星就未能夠收復失地啊。結果青峰小勝1-0，4戰全勝啊，提前1輪鎖定 B 組首名出線。至於黑衫第1位嘅奧科精英喺第4輪迎戰升班馬嘉華，呢球死球有啲嘅心思啊！拉莫斯喺18分鐘幫助嘉華領先1-0。落後嘅奧科精英喺換邊後1分鐘由高美斯門前搶點追平比數，但嘉華嘅功力十足啊！稍後洪柱勇同埋祖利亞先後射入領先到3-1。奧科精英呢邊就冇氣餒㗎，艾迪安奴同埋費基里道亦都係先後建功啊！連追2球之下最終兩隊就賽和3-3。至於深灰衫嘅賓菲加面對加爾，憑住艾美達先開紀錄。加爾就有歐陽永恒火速攀平，只係防線受到唔少嘅壓力㗎。稍後費力斯同埋高柏榮先後建功，改寫比數到3-1。嚟到完場前仲有艾美達個人梅開2度之下，賓菲加4-1擊敗加爾㗎，攞到2勝1和1負。嚟到最後1輪嘅賽事啦，黑衫嘅奧科精英今場只要攞3分就能夠以小組次名晉級。面對4戰全勝嘅青峰就受到唔少壓力啊！馬沙道嘅射門就俾門將余偉俊沒收。力爭出線嘅奧科精英亦都有多次嘅攻門㗎。艾迪安奴呢一度試一腳，但係就無功而還啊！半場兩隊就賽成0-0。僵局維持到完場前嘅2分鐘啊！徐凌峰右路揾到就係艾迪安奴門前撞射入網啊！最終奧科精英憑住呢個關鍵嘅入波1-0小勝青峰，5戰積11分，鎖定 B 組次席，同榜首嘅青峰攜手出線4強㗎。同時令到同組紅衫嘅賓菲加對住台星嘅比賽變成例行公事啊！伊里呢一度嘅射門就唔中框，台星都有破門機會㗎，但係吳子雄就把握唔到。
結果兩隊就賽和0-0，分別以第3同埋第4名完成啊。至於藍衫嘅嘉華啦，就同嘉義為護級而戰啦。最終嘉華憑住洪柱勇啦下半場攻入唯一嘅入波啊，1-0擊敗嘉義，排小組第5，攞到護級附加賽嘅資格。最後一名嘅嘉義啦就要降班啦。之後咧就睇下 A 組嘅賽事啦。黑衫嘅更新弟兄分組賽第4輪對住紅魔鬼，兩隊咧早段都互有攻守噶。更新弟兄就接連喺門前錯失良機啊，而紅魔鬼就把握到呢一次嘅機會啦。港門許宏峰啦冇人睇之下啦，咁勁射入網，開賽16分鐘啦，幫助球隊領先1-0。紅魔鬼今場贏波都有機會爭入4強噶，但係完半場前啦，黃良傑因為侵犯對手啊，2黃1紅啦就被逐離場。踢多個嘅更新弟兄啦，下半場用咗只係3分鐘嘅啫，由張海山喺門前建功啊，幫助球隊追成平手。跟住仲有波迪魯九馬點附近啦，勁射入網。結果更新弟兄呢就反勝2-1，提前一輪啦攞到4強席位噶。至於白衫嘅聯絡對世界華人，兩隊都係為出線而戰啊。換邊後1分鐘入波就出現，聯絡憑住李浩然打破僵局啊。世界華人喺10分鐘之後攀平，亞洛澤偉嘅傳送，高魯加及時趕到射入攀平嘅一球，亦都係聯絡啦今屆賽事首個嘅失波。不過呢支衛冕嘅球隊可以笑到最後，完場前2分鐘啦，李敬斌被包圍之下都能夠起腳射入，最終聯絡贏2-1，同更新弟兄提前一輪出線4強啊。至於紅白間衫嘅競技對士砵亭，兩隊就為護級而戰啊。競技有賓希路爆發噶，上半場大演帽子戲法，帶領競技贏3-0，攞到今季嘅首勝。A 組最後一輪嘅賽事，黑衫嘅更新弟兄啦鬥競技啊，力爭首名出線噶。波迪路呢一度啦突破到越位，幫助球隊啦先開紀錄。相隔只係1分鐘嘅啫，輪到馬菲啦差唔多嘅位置建功啊，7分鐘拉開到2-0。呢次上屆嘅亞軍啦，換邊後有就係張海山啦，冷靜就係擴大比數。結果更新弟兄啦大勝3-0啊。星斑馬競技今場輸波，名列小組第5，要同 B 組嘅嘉華啦踢護級附加賽。至於更新弟兄累積13分啦，以較佳嘅得失球差壓過同分嘅聯絡首名出線啊。至於白衫衛冕嘅聯絡對住士砵亭，李浩然接應傳中起腳，幫助聯絡7分鐘開紀錄。士砵亭防線繼續受壓啊，陳敏尼多腳嘅遠射啊，幫助球隊拉開到2-0。今季得益留喺甲組嘅士砵亭啦，未贏過㗎。今季啦都係難逃要再次降班嘅命運啊。聯絡喺尾段啦，仲有李錦雄同埋杜蘭迪先後攞到入波，最終大勝4-0，以小組嘅次名晉級，會同清風啦爭入決賽。而士砵亭來季就要降落乙組啦。同組深色衫嘅紅魔鬼最後一輪對世界華人啊，兩隊都冇降班嘅憂慮，今場互有攻守之下啦就賽和0-0。積分榜同樣攞到7分，紅魔鬼高對手一位排第3啊。喺嚟緊嘅星期4呢，就會上演啦4強賽噶啦。頭場7點半更新弟兄對奧科精英，第二場賽事安排喺8點9，有清風對住聯絡。至於晚上嘅10點啦，仲有名次賽，競技啦就會對住嘉華噶，輸波啦就會降班。澳門國際格蘭披治小型賽車大賽完成首週賽事，決出咗多項冠軍。當中包括國杯啊，總決賽4項嘅比賽，其中成年組澳門女車手劉思聯以第7名完成，冠軍由意大利車手卡連尼攞到。一年一度嘅澳門國際格蘭披治小型賽車大賽分2個星期舉行，其中第一週先進行7個項目嘅角逐，分別係鑊杯亞洲總決賽，共設有4個組別，迷你鑊組、青少年組、成人組以及大師組。另外都仲有3項本地賽，分別係小型賽車 K-Set 組第8回合、AAMC 杯同金沙杯。賽事1連4日喺路環小型賽車場上演。先同大家關心下本地賽，第一個星期嘅倒數第2日，率先決出3項本地賽冠軍。較為焦點嘅 K-Set 組決賽，一共鬥17圈，排頭位出賽嘅蔣文熙起步之後就守住領先位置，羅俊傑就緊隨其後。同場都有公開、大師以及銅盔3個組別。蔣文熙喺前7場比賽都排名第1㗎。
嚟到今年壓軸嘅呢個回合，當然想爭取以全勝姿態收官。最終全場都冇受到太大壓力之下，以超過7秒優勢力壓羅俊傑首名衝線。香港嘅黃成漢就攞到第3。蔣文希今年連贏8場，亦都成為 K-SET 公開組全年總冠軍。咁今場其實就係個場地變化好大，其實因為笪地重新鋪過啦，咁之後另外因為同埋大賽一齊跑，咁其實個胎膠好多嘅，咁個車嘅調教其實變好多，因為我哋全年其實車唔係特別多啦，嚟鬥會賽，咁會令到其實個地唔係好 grip，咁我哋個 setting 其實會相對比較 grip 翻少少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大賽佢會 grip 好多咧，我哋個車嘅調教基本上重新調過，咁其實從今朝到而家基本上個 setting 係完全唔一樣咯。咁但係幸好嘅係因為我哋有限嘅節數裏邊，咁都係個 setting 揾到啦，咁個時間都有突破咗，咁其實都開心。金沙杯方面，由7到11歲嘅本路車手角逐決賽經過8圈嘅較量之後，冠軍由何安友攞到，而何安琪同鄭正龍就名列2、3。汽車總會杯方面，清一色由澳門車手參賽，決賽過程大致都順利㗎。排頭位起步基拿菲以由頭帶到尾，做出11分28秒698，率先完成12圈嘅賽事，收穫錦標。今次賽事吸引大約330名車手參加，包括有嚟自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斯里蘭卡、香港同印尼等等。一共28個國家以及地區嘅車手參加。第一個星期賽事嘅最後一日，上演4項 rock 組別嘅賽事，焦點嘅成年組係鬥20圈。參賽嘅15名車手入邊有2位澳門車手，包括係劉思聯同鐘欣業。佢哋一起步就守喺中後位置等待時機，而排頭位起步嘅意大利車手卡連尼就一馬當先。呢名車手經驗都相當豐富。喺今年嘅世界盃賽事入邊收穫單項亞軍。呢一日比賽都冇車手能夠威脅到佢呀。去到尾段雖然有車手失事，但會出黃旗拉近選手嘅差距。不過卡連尼都能夠再度拉開，最終做出15分38秒861嘅時間，贏得冠軍。劉思聯喺尾段都把握到超前嘅機會，最終排名第7。我覺得自己仲有進步嘅空間。咁經歷咗呢幾日嘅練習啦，同埋比賽啦，我發現到自己喺調整自己心態上面有好多嘅問題，即係會好驚啊，成日諗住啲嘢而唔記得咗要去做翻我應該要做嘅嘢咯。咁我都會慶幸呢場可以俾我學習點樣去調整我自己，等我可以準備下個星期嘅比賽。至於青年組嘅比賽競爭都好激烈啦，一共係鬥18圈，前3名車手文旭博、曾思涵同印尼嘅雅雅喺尾段多次交替領先，最終內地車手曾思涵憑住較穩定嘅發揮，以15分13秒571收穫冠軍。至於迷你 rock 組就鬥16圈，一共有16位車手角逐，包括有4位澳門車手，當中徐子玲成績最好，排第7，而香港車手鄺崇宇就力壓2位印尼車手奪冠。大師組決賽就有10位車手參加。冠軍係屬於美國嘅徐明南，新加坡同香港嘅車手名列2、3。第2星期嘅賽事仲會上演亞面亞洲總決賽，一共有4組，包括兒童組、青少年組、成人組以及大師組。賽事將會喺10號，即係星期3起，一連5日喺路環小型賽車場進行。最後同大家睇下澳門壁球錦標賽啦，歷時1週嘅賽事圓滿結束，決出14個組別嘅冠軍。冇錯啊！咁其中男子組嘅梁經賢直落3局擊敗蘇偉浩，首奪冠軍。至於女子組方面，楊詠芝同樣局數3-0擊敗曹子晴，成功封后。本年度嘅澳門壁球錦標賽女子決賽上演頭2種子嘅對決，由深色衫頭號種子嘅楊詠芝對2號種子嘅曹子晴。楊詠芝近年嘅水平有目共睹，已經係澳門最出色嘅女子球員之一。嚟到年尾嘅澳門錦標賽，亦都保持出色嘅競技水準，晉級過程未失一局，而且每局都係大比分獲勝。嚟到決賽面對曹子晴，亦都主導形勢，呢球打左下角攞分，首局先贏11-6。楊詠芝除咗本地賽事恒常參與之外，
近年亦都積極出外參加國際賽，都攞到唔錯嘅成績，包括今年出戰澳洲謝柏頓挑戰賽，以及澳洲東岸公開賽，都成功奪得冠軍，兩度喺國際賽封后。返到本地賽實力當然超班，緊接嘅兩局連贏11-2同11-3，結果直落3局擊敗曹子晴，相隔1年再次攞到女子組冠軍。至於男子方面，決賽由黑衫嘅梁敬賢對蘇偉浩，梁敬賢係首次打入決賽，而蘇偉浩就係上屆季軍。兩位球手旗鼓相當，好多球都要來回多板先至攞到分。不過今場同樣都係3局分勝負，梁敬賢嘅表現更好，憑住沉穩嘅表現同埋關鍵分嘅把握，結果以11-6、11-9同11-3，局數3-0擊敗蘇偉浩，首次贏得男子組冠軍。而青少年組同樣競爭激烈，李嘉希憑強勢表現，成功喺男子19歲以下組衛冕。而曹子晴除咗喺女子公開組攞到亞軍之外，更加喺女子19歲以下組順利登頂。男女子17歲以下組冠軍分別係胡卓瑤同薛允兒。澳門壁球總會表示，期望透過舉辦錦標賽，提升本澳壁球運動員嘅競技水平，並鼓勵更多市民參與壁球運動，為澳門壁球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好啦，今集節目時間又差唔多。競健群英除咗星期2晚10點半首播之外，星期3上午10點半喺澳視澳門，11點20分喺澳門資訊，同埋下午6點喺澳門體育都會有重播，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哋嘅網站重溫今集內容。提提大家啦，本台今個禮拜會直播全國殘特奧會，另外仲有歐洲冠軍聯賽、歐聯、歐協聯、西甲同埋亞洲冠軍精英聯賽等等㗎，記得留意啦。今集節目嚟到呢一度，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